中华好比有民众伫门口饲一只狗仔，拢无绑起来，常常会去入经过民众。顶个月有人去互狗仔咬着，动方所表示讲，主人无合法管理，违反动保法，会甲这主人开罚单。民众行伫路的雪熊熊撞出一只狗仔，咬着，伊惊甲赶紧走入去工场内底，规定狗仔搁捉入去咬人。代志就发生伫中华河滨镇的太平路，互狗仔咬着骹倒的民众，因为空喙深，到今也无法度收束，而且这代狗仔流浪并不是个案。狗是不是有细菌？我不知道，它整个牙齿就深入进去，每天清创都要伸进去里面清创。昨下倒哩搁咧食包啊，徛起来规个倒去，大家经过，大家拢讲互你。啊，家己迄孙去早去10点，家己热啊，惊要死人，跳进厝内底入去。附近民众讲，这户人家门口大约有10多只狗仔，大概经过这拢提心吊胆。中华动物防疫所表示，这个狗仔原本是一位妇人人饲的，目前这位妇人人住院，厝内底人无法度照顾，放狗仔伫外口乱踅，搁咬人，会依法裁罚。针对输送犬只部分，因为违法事实明确，我们将依违反动物法规定进行裁处。截至3月2号为止，目前已经有9只犬只已经妥为绑好，但仍有5只在外游荡。当天同仁已经捕捉到1只犬只，并送往收容所安置。动方所表示，会继续和主人甲附近的民众沟通。拜三下晡，嘛会派人员和清洁队去现场抓狗仔，协助甲狗仔看守啊。随后会继续追踪，要求主人做好管理责任，保障附近民众的公共安全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